Hello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師傅。新嘅一年就嚟咗噶啦，今日咧 Alan 要講嘅12生肖係屬老虎嘅。雖然佢係冇犯太歲，不過咧佢本身嚟講有好多嘅凶星喎。2026年入邊咧嘅運程嘅方面咧都唔係咁好。點解啊？有凶星好多喎。不過好在一點咧，佢有化解星，無論佢係山虎、水虎，乜嘢虎都好。不過佢有化解星，所以屬老虎嘅人今年入邊可唔可以投資生意嘅方面呢？唔係唔可以投資嘅眼要金睛火眼正好啊，冇眯埋嘅眼嚟投資嘢啊。因為今年入邊呢，曉有破財，大投資嘅方面呢就係好小心啦。因為今年入邊要人際關係要多，因為今年入邊屬虎嘅人嘅方面，事業嘅方面呢就唔係咁順利，一切話曉有破財，仲搭到揸車拿高低嘅方面呢要小心。亦都有水險喎，因為今年入邊咧有血光之災啊嘛，所以屬虎嘅人今年一年之中入邊嘅方面嚟講，無論做乜嘢事情都好，雖然係冇犯太歲，不過咧做事情都係小小心心咁。感情線嘅方面都係留意一齊，財運有唔有咧？今年入邊屬虎嘅人破財嘅機會有好多喎，所以咧頭先我都所講啦，投資嘢嘅方面你要熟悉，你要金睛火眼，跟住就可以投資一切。你冇些少玩下就話，只有手不能衝。屬虎嘅人咧就比較好啲。咁樣你今年入邊你嘅幸運嘅顏色話黃色啦、紅色啦同埋青色嘅方面啦。咁樣幸運嘅號碼係一個1號同埋一個7號。你嘅貴人咧係屬狗同埋屬羊嘅係你嘅貴人。所以今年入邊屬虎嘅人一年之中，無論乜嘢事情都好，都要睇清睇楚，你做事情咧就比較好啲，多做少講，明白冇？冇機會衝嘅時候咧，只有手，你記得啊。OK，我係講到呢度啫。2026年嘅屬老虎嘅 OK，拜拜。